只休假1天，明日上班族又要迎接忧郁的周一上班日。不过有多家咖啡饮料业者将推出优惠，像是星巴克新里程会员推第2杯半价，伯朗咖啡买1送1，全联、7-Eleven 也有咖啡饮品折扣。星巴克宣布，25日上午11时至晚间8时，针对新里程会员推出第2杯半价，2杯饮料必须容量、口味、冰热都一致，且全额使用新里程账号任意随行卡或 App 行动支付才可以享有回馈，车道服务不适用。伯朗咖啡周一推出买1送1，以原价购买饮品任1杯，就赠送饮品任1杯，不限品项容量，结账金额以价高者计算。Coco 都可即日起至3月3日推拿铁咖啡第2杯半价。全联 Both Coffee 热美式买1送1 ，7-Eleven 即日起至26日推 City Cafe 全品项第2杯半价。